继续来看宜兰县这等公车的公车牌啊，甲量程无好看，有民代就建议讲爱定做信息示范的地点。这县府嘛表示已经按200万请人来设计，初步会设计出3版，结合原住民的元素，按算明年底会陆续来汰换。公车亭顶牌可能歪去造成崩落，宜兰县的公车亭除了出问题无改善，外观也一直互人批评无水。有的公车亭是设置道路分隔道中央，是可谓无任何人行系统。后面就批评设置地点对行人无够友善，简单的2片顶牌也无遮方避雨功能。照理说是要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这样子，因为太后面车子又多。不像。讲，若要等车的人啊，你2片啊，人会压苦。有民代建议，县政府爱通盘检视全县公车亭汰换，各为公车亭增设电子坐车资讯，针对敏感的部分，会当伫溪南溪北各设一个基南行招呼站做示范点，佮渐渐提升其他公车亭的美感，促进县内观光发展。希望在西南或西北2个地方，那建议我们宜兰县政府各盖一座我们旗舰型的。属于我们宜兰县的一个元素，跟宜兰县民所合乎来使用的一个候车亭。那我们今年有编列设计的经费哈，那针对我们2个原乡跟我们平地哈，那基本上我们会朝3个设计的方案来进行哈。县政府表示已经开200万启动县内公车亭的设计，预计会有3个样式，其中2个样式以原乡为主题，设计会融入在地乡镇公所的意见。预计明年底完成了后，就会向公路局争取经费，陆续依据设计外观改善县内公车亭，提升便利性、加美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